大家新年恭喜！哈，今仔日哈，即马咱来开始今仔日的吟诗而乐哈。首先，咱来看17首着五祖上帝唱新歌。这首可能有的人较无遐熟哈，咱先甲第一节咱唱看卖哈，来。是人伤少，还是安那？听袂，要是袂声会晓笑哈。咱搁甲第一节唱一摆看卖哦，因为无听到啥声，该听到牧师的声尔。真正较有精神嘛，较有声哦。咱甲第一节到第三节，咱来唱一摆哦。来，歹势，咱按前奏，因为咱爱抓前奏，因为咱打开始可能会众会抓袂到，提示爱出来吼。咱听一摆前奏吼。永主兄弟。这心快乐意，永主兄弟。这心快乐意，永主兄弟。这心快乐意，有花一春夏，秋快乐意。有土的官僚，要的素净而妙，主求多关。熟啊哈，煞接咱来看，第210首，那路咧直直走，哈，毋是行哈，直直走哈。来，咱来唱第一节到第3节，来。好，咱搁煞接吼，
我只真歹迄吼，498首哈，主为福音真道理啊，这首应该有唱过，咱唱第1节到第3节哈。一寡时间哈，咱煞尾的落尾圣诗哈，389首，而乐上帝至权至尊啊，咱来唱一摆哈，来389首。今日的吟诗学道到这。请咱大家闭慢心来敬拜上帝。
恁着向上主唱新的歌，因为伊有做奇妙的事，伊的正手成的手骨施行拯救。上主已经宣布伊的救恩，对列邦显明伊的公义，伊会记得伊对以色列家应允的慈爱甲信心。天边海角拢有看到咱的上帝的拯救，全地拢着向上主出欢喜的声，着出大声欢喜唱歌，称赞伊。做伙来吟圣诗第17首，着向主上帝唱新歌，请徛起来吟。将咱由阮徛伫做伙压头来祈祷。阮伫天的阿爸爸，伫新春节期拄啊过，阮做伙主持的时，阮要出欢喜的声，虔诚来学努力。愿一切赞美、慈爱、忠实，拢归伫你。你为着要救赎阮，互主耶稣降世伫阮的中间，伊替阮放杀性命，来显现伊无变的疼。通过主耶稣的拯救，你互阮的性命归旧换新，亲像要唱一首新的诗歌。伫阮心内最王的主啊，求你互阮的意念，无互世情上面来盖满。求你伫阮软正的时，因为我靠你来得到快乐。求你救醒阮的心，互阮无互这个世俗来同化，无用肉体的事来做满足，伫救恩内面来得到精神改造。不过再掠家己最重心，反倒当第一伫永远的事。加添阮对圣神的引带有真实的认捌，会通分别什么是上帝你所欢喜、看做好、搁完全的旨意。就用耶稣基督的心做心，真心真性、真意真力来听主阮的上帝。用生活见证主上帝你的救恩，
主悲怜悯的主，阮的性命是伫你的手中，你互阮伫世间是一帮领久，求你使阮伫日子有限的内面，经验到你无限的疼，互阮将家己放伫你的手中，将你放伫阮生命中痛重要的所在。阮今日要过一摆少年主耶稣所行的苦路，阮对这条人生的苦路，要来看清楚一项事：你是阮生命的主宰，是你和耶稣基督伫十字架顶用死来赎阮的罪。这条苦路是你应允要到阮最伴同行永生的路。创造天地主，阮展望新的一年，世界犹原无平静，特别伫战争、能源的不足、气候的变迁、粮食的欠缺，遮个人的罪，和侪侪受造，还阁行伫死荫的山谷。愿在创造天地主，你要每时刻甲阮同在。你要互上有权利的人落软落来，互真心谦卑的人因为靠恩来悔改认罪，互骄傲的人因为靠恨引起战争死神。你要互跟对你的人按十字架这条路来行的人，要来得到救赎。你要引带阮倒伫青翠的草坡。安享伫清净的水边，互阮领受新的快乐，陪伴阮行伫正直的路。你的恩典主爱，一定一世人要甲阮做伴。这时，我们要用主教示阮的祈祷文来做回讲。阮的天理的父，愿你的名圣，你的国民高，你的旨意伫遮，你对你亲像伫天理。阮的日子，请你互阮，赦免阮的过。亲像阮人赦免互阮的人，无你从阮入日子，就叫阮脱离迄个歹个，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代代无尽。阿免。请坐。请咱掀开圣诗后面启应文第17篇。这篇启应文是出自诗篇第65篇，请咱做伙来启应。上帝啊，人着伫锡安称赞你，听人祈祷的主啊，做压倒我。你所拣选，互因亲近你，住伫你殿院，这款人真有福气。日出日落的所在，你互因欢呼。上帝河水满满，你灌溉田横，收平土地。你树后和农作物大长，你用丰收做年冬的王冠。连旷野的草坡冒油得地，草坡用羊群做衫穿，因隆重欢喜出声吟诗，做伙来吟圣诗，那落得直直走，请听起吟。
谢。做伙来祈祷。救赎阮的上帝，耶稣顺服你的旨意，为着阮的罪，行往耶路撒冷12架的路。伊担当刑罚，互阮得到平安；伊受鞭拍，互阮得到医好；伊受死，搁活所显现的救恩，阮着用确信来得到赦免，用瓦靠来得到快乐。求你即时进入阮的心神，互至圣至善的神感化完正人的心。至圣的天父，愿你掌权，互阮对圣神的引带，面对阮家己真实的软弱，用谦卑的心来受你的塑造，尽阮的温顺来彼此服侍，就互相引带来调见你的面。请你开阮的眼光、心思意念，通过林牧师的正道，帮助阮明白你的旨意。伫礼拜中欢喜赞美来敬拜，伫祈祷中有万事的交托，伫团契中有彼此的接纳，伫生活中，当阮病痛甲苦难临到的时，彼此相听；当阮快乐甲愿望充满的时，做伙庆祝。伫阮的人生中，对阮个人的呼召，尽阮的受造，领受到满足的喜乐。对阮共同的使命，互阮活出疼，承担公义的责任，互阮伫基督耶稣内面领受新的活命，彼此相听，为主来做干净。阮安的祈祷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做伙来共读圣经。今日的经文是记载伫马可福音第10章32节到52节。马可福音第10章32节到52节，请咱注意看，听我来读。耶稣甲伊的门徒上耶路撒冷的路中，伊行伫头前，门徒感觉真奇怪，对伊的人真惊吓。耶稣搁一遍带10个门徒去边啊，将伊伫要拄到的事甲因讲。当要上耶路撒冷，人子会受出卖，互祭司长甲经学教师，因会甲伊定死罪，后来将伊交互外邦人，因会甲伊戏弄、废烂、鞭拍、害死。3日后，伊会搁活。西比太的囝雅各甲约翰进前甲耶稣讲：“老师，阮所求的，请你甲阮成全。”耶稣问讲：“恁爱我甲恁做啥物？”因讲：“你得到应讲的时，请互阮一个坐伫你的正边，一个坐伫你的倒边。”耶稣甲因讲：“你毋知家己在求啥物？我啉的杯，恁会当啉袂？我受的洗，恁会当受袂？”因讲：“阮话。”耶稣甲因讲：“我所啉的杯，恁要啉；我所受的洗，恁要洗。毋过坐伫我正边、倒边，毋是我会当互人的。上帝为着什么人准备，就互迄个人。其他
迄10个门徒听到，就对雅各甲约翰生气。耶稣叫因来，甲因讲：恁在外邦人的中间，遐个互人看做兄弟者的做主，甲因管辖，因的领袖甲因支配。毋过恁中间毋应该安尼，恁中间爱做大个，就做恁的妻用；爱做第一个，就做正人的仆人。因为恁主来，毋是要互人服侍，反倒是要甲人服侍，甚至牺牲家己的性命来赎回真侪人。耶稣甲伊的门徒来到耶利哥，因甲一群人要对耶利哥出去的时，有一个失明的乞食。底麦的囝，把底麦坐伫路边，伊听讲拿撒勒人耶稣对伊遐过，就话大伯的囝耶稣怜悯我，真侪人甲伊责备，叫伊点点，毋过伊哪大声喊，大伯的囝怜悯我，耶稣停骹讲。叫伊来，因就去叫迄个亡人，甲伊讲安心起来，伊伫叫你。亡人就将外衫脱掉，跳起来，来甲耶稣遐。耶稣甲伊讲：你爱我，甲你做啥物？亡人应讲：拉波尼，我爱搁看到。耶稣甲伊讲：你转去，你的信心，互你得到医好。亡人随时搁会看见，就跪落对耶稣。愿上帝的话，互咱对着耶稣，跟对伊行的路。这时，咱要请阿萨诗班来献诗。因要唱的诗歌是《我心出声》。我
这时请林明阳牧师正道，题目是上耶路撒冷的路上。大家平安，新年恭喜！多谢今仔日时班带领咱的敬拜，搁一遍来提醒咱思想着看着上帝创造迄个伟大的宇宙，看着伊安尼真水、真奇妙的列理，咱就心存敬畏。学了伊的伟大，这拄啊好，也是咱今仔日经文所要提醒咱的。经过一礼拜外的新春假期，明仔载就爱全面恢复正常的运作。祝福大家，新的一年哪行哪健康、勇健、有气力。一路拢有上帝同在，有对主来迄个满足的平安甲喜乐。今仔日咱要继续来看马可福音，记载耶稣甲12个门徒以及一群军队的人，因伫上耶路撒冷的路上所发生的代志。马可福音的前半段，主要是记载耶稣伫加利利传道、医病、赶鬼，所行迄个超自然的权柄甲大能力，互人真狂野着惊。伊所到的所在，众人拢就近伊，要找伊。对马可福音第8章的后半段，耶稣就开始前往耶路撒冷去行。伫路上，耶稣渐渐来门徒启示伊家己的身份，来阐明弥赛亚以及成做门徒真正的意义。这中间，耶稣有3遍预言家己的死甲国外。咱来比对耶稣这3遍的预言，伊拢有真清楚讲到，人子会互人害死，3天后国外。第一摆的预言无提到地点，但是有讲到会受侪苦难，互长老、祭司长甲经学教师拒绝。第二摆的预言讲到，耶稣要受解送伫全人类的手中，地点是经过加利利。第3摆的预言是上耶路撒冷的路上，搁一摆提到耶稣受解送伫犹太的宗教领袖手中，后来要交予外邦人，就是罗马政府，因会甲伊死人、骗烂、鞭拍、害死。第3摆的预言记载上底，却是3遍预言中上详细。咱会当小可想象一下，这是一个什么款的情景？一群人当咧耶路撒冷行，真明显，耶稣用艰辛定义的脚步行伫头前，12位门徒真狂野，跟对耶稣的脚步。后面第个人
拢真惊吓。当耶稣伊头一遍预言家己会受苦难甲死的时阵，伊就已经甲门徒讲，咱来回想第八章34甲35节，讲要缀我的人，着完全否定家己，拿家己的十字架来缀我，因为要救家己的性命的，会丧失性命，为着我甲福音的缘故，丧失家己的性命的，会救着性命。伫马太福音咧记载讲，耶稣第三遍预言家己会死，伊有直接甲门徒讲伊会互人钉十字架。所以咱会当肯定，耶稣知影伊家己去耶路撒冷，毋是要去朝圣，乃是要受苦到死。伊真清楚，人烧招要军队伊到耶路撒冷，是期待伊成做犹太人的王。但是伊登基要做王，迄个仪式，却是受钉死伫十字架顶。所以圣经咧描写门徒的心情是狂野、着惊、奇怪。马可福音常常拢用这个字咧描写。除了这节以外，伫第一章27节，耶稣伊伫会堂咧灵灵邪神离开的时阵，嘛写讲众人着惊，议论纷纷讲，这是啥物代志？是有官兵的新教士，伊命令邪神，因拢顺服。伫第10章嘛讲学生奇怪伊的话，就是耶稣的话。耶稣应讲：细囝，我靠钱财的人入上帝的国真正困难。煞接咧形容后面伫门徒后面的人，嘛是拢惊吓。即个字有迄个着惊，真想象袂到，来产生迄个敬畏的意思。好比讲第4章，耶稣伫咧平静风涌的时阵，因迄学生因非常惊吓，讲来讲去讲，即个是甚物人？连风甲影拢顺服。第5章，耶稣医治迄个12年血流的妇人人，妇人人知影耶稣伫伊身上所发生的代志，就惊甲皮皮喘。就拍伫耶稣骹前，将隆重的实情讲出来。在第5章36节，耶稣嘛有听到因咧讲话，就对迄个会堂的主管讲：毋免惊，只有着信。伫第9章，耶稣第2摆预言伊家己的死，可是。但是门徒因袂明白耶稣即句话是啥物意思，佫毋敢甲问。迄个原文的意思就是因真惊去问耶稣，毋知影咱伫军队耶稣的路上，是毋是有捌有类似的经历甲感受？看到耶稣的权威，着惊甲敬畏，有真侪袂理解的所在，佫毋敢去问。对门徒甲即个军队的人来讲，因面对的是毋知影的未来，因心情是真期待，却是佫真惊吓，而且还佫有迄款苦难甲死亡的考验，互因惊吓不安，毋知影要安怎。伫即种情况，是安那耶稣要佫坚定往头前行，因袂明白
嘛毋敢问，只好惊遐着急，戆戆啊缀咧行。甲前两遍耶稣的预言的迄个情形反应相款，耶稣是用苦难受死来启示伊的身份是人子弥赛亚了后，门徒马上误解伊的意思，甲伊当作是大地王迄款式的弥赛亚，上时嘛扭曲因家己诚做跟对耶稣的门徒所应该尽的职分。马可记载是这第3遍耶稣预言家己会死的时阵，有2遍讲到耶路撒冷。伫耶路撒冷这个所在，有互犹太人因无法度袂记的一段真骄傲光彩的历史。大卫甲所罗门王拢伫耶路撒冷统治着以色列有史以来上强盛的国家。虽然因捌经历着国破家亡、受掠巴比伦，搁倒来重建。伫新约的时代，犹太地区早就毋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但是因的心内犹原期待上帝会当差遣一个像大卫迄款的君王，来推翻统治因的罗马帝国，伫耶路撒冷建立强大的犹大国。伫即个往耶路撒冷的路上，门徒的心中是咧拍算，耶稣真可能就是带领因进入耶路撒冷，建立犹大国迄个荣光的君王，所以因期待耶稣做王，而且因已经拍算开始咧分派文武百官的时阵，会当先重用因。所以这时西比泰的囝雅各甲约翰来见耶稣，因请求耶稣得到荣光的时，互因一个坐伫耶稣的正边，一个坐伫耶稣的倒边。马太福音记载这段，大概是为着要替门徒保持较好的形象，就讲是西比泰的某雅各甲约翰的老母代替2个囡仔去向耶稣请求的。看来这等妹夫要追求权位、追求世俗的荣耀，因全家拢有份。雅各、约翰甲遐个来问耶稣，求耶稣来帮咱的人，拢相款。咱因犹原称呼耶稣是老师，真枉费耶稣教导因最的信息，嘛捌带因去山顶，互因看见耶稣改变形象，上帝的荣光大大彰显，讲耶稣是上帝的囝。可惜因的心眼犹原无开，无认捌耶稣真正的身份。因犹原用人的思想、家己期待的角度来看耶稣，所以耶稣趁这个机会来纠正门徒错误的观念，来教导因，诚做上帝国的子民应该有的信念甲价值观。首先，耶稣就甲雅各甲约翰讲恁毋知家己在求什么，我啉的杯，恁会当啉袂？我受的洗，恁会当受袂？因讲原话，耶稣甲因讲：我所啉的杯，恁要啉；我所受的洗，恁要受。毋过坐我的正边、倒边，毋是我会当互人的。上帝为着什么人准备？
就互迄个人。即个杯即字，通常拢是指上帝为人有备的人生、前途、甲命运等等。有当时啊是指祝福，有当时啊可能是一个灾难的考验。新春期间，咱常常互相咧讲祝福的话，拢讲福杯满溢。伫旧约，杯常常是指苦难甲大受气的记号。好比讲诗篇75篇第8节写讲，上主手内提杯，规杯拢是受气的高酒，伊甲酒倒出来，地上的歹人拢啉甲干。总是上帝让互耶稣的杯是一个十足的苦杯。咱一般的人，若知影讲爱面对的是真辛苦，甚至都爱牺牲付出代价，提时闪避都袂赴啊，何况阁是爱丧失性命的代志。耶稣伫克西马尼园，伊有求讲阿爸爸啊，你逐项拢有，即个杯求你甲我摕开，毋过毋是照我的意思，着照你的旨意实现。即个苦杯是指耶稣要受顶十字架。就洗礼的仪式来讲，洗礼是代表着讲，咱某一种生活来死，然后搁活，用全新的方式来生活。路加福音12章50节，耶稣有讲我应当受苦难的洗礼。伫经历这苦难以前，我心内偌尼啊困扰。所以耶稣伊面对伊的苦难，伊心内是困扰，伊嘛是真痛苦，但是伊完全顺服。所以咱知影，伊对门徒所讲的，伊受的洗礼，是指伊的死，甲伊所受的苦难。耶稣借着这个机会，互门徒知影，上帝差派耶稣来到世上的使命，是受苦难甲受死，也是搁一摆提醒门徒都爱想清楚，跟底主耶稣所爱行的方向，以及爱付出的代价。相时嘛是要互门徒心理准备，因将来嘛会经历类似耶稣所受的苦难，甚至到丧失性命。咱伫历史上，咱知这个门徒后来真勇敢，全地来传福音，因为福音的缘故来顺道。耶稣嘛是趁着这个机会来启示讲，人子耶稣嘛是顺服伫上帝的主权下面。所以这个代志，就是关系讲将来伫天国要奖赏什么人，要互什么人坐什么位，迄个认定甲安排，以及甲后壁会阁讲到的，就是将来审判的日子来到的时，是什么时间，无人知。天顶的天使嘛毋知，囝嘛毋知。只有爸知，也就是讲，创造主天父上帝，才是一切生命、万事、万物，以及伫永远的世界
迄个终极的决策者。每一年到新正过年，媒体就一直咧放送，讲台湾的宫庙，足侪人大家拢去咧抽签卜卦，求福气、求平安。政治人物嘛安尼小济去拜拜、去分红包、去拼人气的画面，实在是互人真感慨。上帝是遮尔恩待台湾，却是咱，特别是基督徒，却无够气力，将一切的感恩、懊恼、荣光，拢归予上帝。求主怜悯，赦免基督徒的软弱、有限甲无完全。其他的10个门徒听到这个代志，就对雅各甲约翰真不满。因应该毋是咧去雅各甲约翰，哪会无咧听耶稣的教导？其实是因为因嘛想要得到同款尊贵的地位。因为安尼，所以耶稣就甲所有的门徒拢召集来，伊阁重复伊伫第9章，就是伊第2摆有言家己死了后迄个教导。所以等于讲同款的话重复阁讲，可见这是门徒一直学袂来，确实耶稣真看重。感觉需要一再搁提醒的代志，就是，毋过恁中间毋应该安尼，恁中间爱做大的，就做恁的妻佣；爱做第一个，就做正人的仆人。这是信用团体中所爱遵守极重要的一个原则，价值的典范。也是上帝将来要判断、要奖赏人的一个标准。耶稣一再教导门徒，亲身来示范做仆人领导的方式。这毋单干那信用团体，特别是教会的领袖当中。爱特别学习的领导方式，这款领导方式，牧师前嘛诚侪各工商企业、机关团体所肯定，公团咧运用，公认是上有效的领袖经营管理模式。一般的人拢追求管理。地位、功名、富贵，这方面是要用安尼来肯定家己人生的价值。搁较侪是想要去支配别人，无愿意受人支配，自然就会感觉讲有搁较悬的阶级、权力、地位，影响力较大。但是耶稣的教导却毋是安尼。这一年，咧壮年牧区的小组当中，有做伙读一本册《领导不需要头衔》这本册。这中间嘛有提到讲，会当讲积极去影响别人的，就是管理者。管理的能力，毋是讲搁较悬的积分，或者是地位来得到。管理的能力，其实是一种积极影响别人的思想的方式，是每一个人拢有可能有的。所以，每一位基督徒，咱拢是领袖，拢会当发挥影响力，不在于讲有偌悬的地位甲权利，乃是因为生命有甲真理结连。有对主来迄个思想甲智慧，耶稣特别提到讲伊来的目的，伫45节讲，
因为恁主来，毋是要互人服侍，反倒是要甲人服侍，甚至牺牲家己的性命来赎回真侪人。真侪人拢认为即节就是马可福音上重要的一节，因为讲出马可福音的内容，这是耶稣一生的描写，也是伊要受死的主要的意义。希腊文侪人是其实是指所有的人，伊原文的用词是赎价，赎价就是指要赎回奴隶啊罪犯爱付出的代价的金钱。对即个赎价即字来带出救赎，就是拯救加上赎回。耶稣来是为着救赎众人，付出家己性命的代价。伫提摩太前书2章4甲6节讲，伊爱众人得救，达到明白真理。因为上帝是一位，上帝甲人中间的中间人，嘛是一位，就是做人的基督耶稣。伊献本身来赎回众人，这项事伫拄好的时机有得到证实。对8章27节开始，耶稣因一群人就调往耶路撒冷的方向来行。当伊讲完第3遍伊要受死的预言，以及后面对门徒的教导，差不多因就行到耶利哥。耶利哥是要进入耶路撒冷一个门户，伫耶路撒冷东北方约25公里，伊是隔伫海平面以下250公尺的一个城市。伫主前6000年，就已经有人住。伫主前1世纪，大希律王搁伫伊即个城搁较南边，搁建立一个新的中心。所以因出耶利哥，搁往顶悬爬，就到耶路撒冷了。当耶稣甲伊的门徒，甲一大群人，要对耶利哥出去的时，有一个失明的乞食，底麦的囝巴底麦坐伫路边。咱对伊特别来解说，讲巴底麦即个名的意思，是底麦的后生。咱有诶讲巴耶稣，就是耶稣的后生，因有即个习惯。马可福音写的对象，应该有部分是外邦人。所以当巴底麦一听见讲拿撒勒人耶稣对遐过，就话讲大卫的囝耶稣临宾我，大卫的囝耶稣伫新约时代已经是诚做犹太人因所期待的弥赛亚的一个称呼之一。所以真侪人都甲伊责备讲，叫伊点点，毋过伊愈话愈大声。伊阁大声话讲，大卫的囝临临我，直到耶稣有看去，有听去。这巴底麦无顾众人无共款的眼光甲责备，就是要抓即个机会要就近耶稣。耶稣就停脚叫伊过来。圣经写讲，伊欢喜甲，迄阵伊还袂受医治哦。都真将外衫脱掉，跳起来，来到耶稣遐。伊有得到别人的协助，因为伊看无一定是别人甲伊牵去到耶稣的面前。当耶稣问伊讲：“你爱我甲你做啥物？”巴底麦应讲：“老师，我爱搁看去。”就耶稣看到伊的信心，就医好伊。巴底麦虽搁会看去，
就规路缀耶稣，伊就规路缀耶稣行。这个情形，甲第5章耶稣对医治好患12年血漏的妇人人相款。耶稣对迄个妇人人讲：“囡仔，你的信心救你，平安倒去，你的病痛消除了。”可见病得到医治，一个真大的关键是信心，而且爱用实际的行动表现出对耶稣全然的相信。治好清眠的巴底麦是马可福音记载最后一新者，也是诚做耶稣受苦难迄个预言文图的这份记载的一个结束。一方面是搁再提醒讲耶稣来的目的，因为耶稣进前就讲，伊来伊讲健康的无需要医生，破病的才有需要。我来毋是招义人，是要招罪人。耶稣出来的时阵，伊有承认拿撒勒伊故乡的会堂，伊就宣告是献出以赛亚书迄本册，就讲主的神临到我，因为伊用油抹我，互我传好消息，互散者人。伊差派我宣布，受掠的得到讨放，无看见的搁看见。受压迫的得到自由，宣布主恩惠的年。所以圣经嘛足侪摆有记载耶稣医治青梅亡人的故事。伫进前马可福音第8章有记载讲，耶稣分2个阶段来医治伯赛大的亡人。这互咱看见。讲看见有2种赞处，头一种赞处是指身体的看见，目睭的看见；第2种赞处的看见是指内在的理解甲认知，特别是对耶稣基督的认捌。今仔日这段经文中，耶稣同款有问一个问题，问2遍，讲你爱我为你做啥物？巴底麦讲，我爱会当看见。阮都求的是将来要坐官位。这应该讲是阮都的悲哀。因为因毋知影因家己的目睭是无看见，所以因根本抓无到耶稣教导的意义，至到无解耶稣的身份，嘛完全无清楚，正做门徒的职分。那阵啊，今仔日耶稣来问咱：你爱我，甲你做啥物？咱家己是毋是已经有答案？耶稣经过时，巴底麦是坐伫路边，一听到耶稣来，伊就随抓着机会，找求耶稣的医治，放下了一切，行上跟对耶稣的道路，伊成做真正的门徒。路加福音有同款记载着伊。写讲巴底麦随看见，伊就随跟对耶稣，一路上赞上帝。群众看到这个代志，嘛相款做伙来学罗上帝。煞接有搁讲撒该的故事，是耶稣到伫撒该的家做客，伫耶利哥。撒该随反悔悔改，行上跟对耶稣的路。伊讲，伊要将伊财产的一半分予惨者人，伊会行4倍的钱，互过去，互伊受伊欺骗的人。这对比
第10章前半段的经文，有一个财主来问耶稣要安怎得到永远活，但是因为伊无法度放下了一切，所以伊无法度跟对耶稣，伊就面真实忧忧愁愁来离开。有钱人要成做上帝的子民，的确真难，真困难。因真有机会拄着耶稣，却放袂落钱财产业，所以只好停在路边，看着耶稣渐渐离开远去。这个门徒虽然因早就行伫跟对耶稣的路上，却是因为因家己的私心甲野心，因行甲真惊吓不安。虽然门徒因咧路上的表现、学习是真慢，阁真钝，阁提出非常无妥当的请求，却是耶稣无责备因，等到耶稣亲身来示范安怎做，阁将因带往正确的方向来思考。因虽然毋是一个真优秀的军队者，但是因犹原继续行伫军队耶稣的路上。加里文捌对门徒军队耶稣往前行，心中感受到惊吓来做评论。伊讲，即马对各方面来看，因的恐慌拢是毋对的。但是，因军队耶稣，就象征这是真无平凡的忠贞甲虔诚。当然，因也会当紧紧改变心态。无论上帝的囝爱带因往倒位去，拢无后悔，安尼是搁较好。但是因恭敬的态度，嘛是值得赞赏，因为因的表现是摆了家己的形象，却毋是离开耶稣。信仰的道路，不在伫上路的前，也是后的顺序，是在伫对耶稣的信心，甲真正的认捌。咱常常看见有寡人伫头前，会变做伫后壁；伫后壁的要行伫头前。无论咱跟对耶稣偌久，甲耶稣的关系是属伫什么款的状态，继续行伫跟对耶稣的路上，拢毋通放弃。最后，的确会看见，的确会明白，而且是真欢喜感恩会当伫中间，因为无看到家己，只有看见到上帝的荣光大大彰显。咱做伙来祈祷。创造宇宙万关灵的天父上帝，以马内利的主。阮感谢你，为着你救赎的恩典、丰盛的怜悯、疼痛、奇妙的业力甲保守，阮要将一切的感恩、懊恼甲荣光拢归于你。恳求主赦免阮的软弱、亏欠、愚妄。甲无完全，恳求主怜悯阮的灵性、信心，常常起起落落。伫即个新正年头的开始，阮要呼求主耶稣的名，来开阮的目睭，互阮看见，看见你的同在，来帮助阮真实认捌你。
顺探你的教导，上帝价值观去行，互阮会当招呼主内的兄弟姊妹，阮的至亲好友，阮的厝边，做伙用坚定的脚步，跟对主来行。恳求主继续恩待台湾，恩待设立教会。阮安尼祈祷，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作为来吟圣诗回应上帝的话，圣诗498首，主的福音真道理，请徛开言。请坐。这时，咱要为下面的事项来祈祷。首先，为着新春过后上班甲学生要伫2月13号开学。第二，就是今年会员好会要伫2月11、12来召开。第三，为着圣经学校的报名，甲3月份上课的备班，请咱做伙出声同心来祈祷。这时，要请陈明德技术来带咱做结束的祈祷。亲爱的天父，经过一年的辛苦，感谢你赏赐阮10天的年假，互阮得到身体、心灵的轻松。明仔日就要开始正常的工作，由于看顾保守阮的脚步。互阮的工作一切顺利，学生也要伫2月13开学，求恁互伊紧紧修心，为家己学业努力打拼。2月12，教会要召开会员好会，会中要来接纳2022年的决算，甲2023年的预算，也要选出1位检校委员。
求主帮赞，互阮所决定的事工下伫你的旨意，求你指点阮，也亲身做教会的头来引带阮。求主赐智慧，互圣经学校的教师安排春季班的课程，互兄弟姊妹会当定根伫信仰，学习遵行上帝的教导，互灵命得到换新，活出丰盛的属灵生活。安尼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门。这时，咱来奉献。请大家徛起来，用奉献诗做咱的祈祷。调者，请咱掀开周报通知事项。1月份的特约长老是洪恩长老，2月份的特约长老是谢玉贤长老。第一项报告，今年的这个会员号的调集，带咱明德祝书有清楚，甲咱放伫祈祷中。愿上帝来保守看顾。第二项，这个第1期的服饰表形事历已经印好，若有需要的同工，请这个家己取用哦。第三，圣经学校伫2月初5马太福音第10讲会要补课。第四，新人院有2个课程要伫咱这南教会开课。
欢迎兄弟来报名这个邱凯丽老师甲翻译老师谢玉贤老师因所开的课程，详细伫这个周报内面。第5项，香港的新学生要来咱教会实习，是学生刘建宁要伫2月份伫本会实习，伊主要要伫香港的团契来服侍。愿上帝带领伊的实习的这个工作。第6项，陈凯兴传道要来伫这个今日下晡3点半，要分享香港人去英国的这个概况，伫迄个咱的 B 地下室102甲103教室的所在，下晡3点半。团契消息。少年团契，会知影以诺老师主理，亲自小组是耿总信会来主理。布拉伯小组要伫这个中昼这个时间要来查经分享，主理是维育姊妹，吼，这顶管迄个育，迄个名小改成教育的育，吼。第四，普鲁团契礼拜二。有要请林雪珍老师来分享这个情有独钟的这个古筝这个内容。兄弟团契礼拜5要请黄春生牧师分享出海记记第30章。第6甲第7项做伙报告，学生团契要定伫这个2月初4。甲初5这3天，伫石亭这个基律溪山庄来举行灵修生活营，欢迎青年参加。这个报名来请甲这个干事刘干事，也是咱科社长长老来报名。第8项，啥年小组要礼拜6来练唱，这个。主理是孟如弟兄。具体消息，咱今天的团女修长老伫1月初10，这个下午安孝主怀，女婿95年，愿上帝安慰遗族，也安慰每一位这个银捌长老的同工兄弟。个别礼拜安排伫2月初3，就是拜5上午10点半，伫2滨至真的义厅。第2项报告，林家宏兄弟的这个查某囝林小婷姊妹，甲这个劳中树弟兄，吼、这名写唔对，劳中树弟兄要定伫2月11號下晡2點。伫本会举行婚礼，欢迎兄弟参加。教界消息，这场中会要来请这个教会长职甲团契会长同工来看一部电影《流氓95號》。这看了后，要请郑养恩牧师来带领会后的这个座谈加这个信仰的讨论，时间定伫这个2月11號，就是拜6下晡2點加4點半，伫西明町这个喜满客泽迄个影城这个所在，报名费是100塊，人数定伫100人，那客满为止哦。文艺复兴的论坛，这是咱请兄弟家己看。以上报告，这是咱请林牧师来介绍。首先来对迄个具体消息吼，这点安尼敢对大家来抱歉。因为迄过年前送出去印的覆盖，这林家宏的查某囝，就是丁玉姐的查某孙。伊的囝婿是饶忠树，咱若有
笔小等人甲改一下吼。是2月11，咧教会遮举行婚礼。真期待咱足久无看到丁玉姐吼，迄天会当来特别甲伊来招呼。我边仔毋知有新头一遍来无介绍的朋友无？吼，咧遮我特别为来咧线顶的兄弟来请安，因检测有的是身体检安，有的是确诊，有的是出外，即摆伫线顶甲咱做伙礼拜，希望大家紧紧福度健康，做伙来礼拜，咱互相请安。做伙来吟圣诗每遍诗，圣诗389首。阿罗上帝至权至尊，吟诗煞要来请林牧师祝祷，请徛起吟。愿主耶稣救赎的恩典，天父上帝无比的疼痛，圣神的相通、医治、安慰，甲每一个人三甲之地，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阿门。闭会，请坐。礼拜后，请兄弟参加这中庭的地饼会，若有需要代祷的兄弟，请到礼拜堂外面雨伞卡，和同工为你来代祷。